你係咪發覺屋企條毛巾啱啱買返嚟第一日摸落去軟綿綿，好舒服，但係用咗2-3個月之後就變得好似張砂紙咁，啲紋路粗糙到好似抹台布，每日朝早用佢嚟洗面，根本唔係護膚，直頭係喺度磨皮。好多人一遇到呢個情況，第一反應就係覺得條毛巾夠爛啦，二話不說就掉咗佢，買條新嘅。我今日同你講呢筆錢，你真係花得好冤枉。問題根本就唔係條毛巾舊，而係你由頭到尾都洗錯晒方法。你知唔知條用舊咗嘅毛巾嗰股酸酸臭臭嘅怪味究竟係咩嚟？你以為條毛巾用清水洗過咗水，晾乾咗就代表乾淨？毛巾係用棉纖維織出嚟嘅，棉纖維嘅表面其實有成千上萬個細小到肉眼睇唔到嘅空隙。你每次洗面、抹身甚至抹汗嘅時候，你皮膚表面分泌出嚟嘅油脂、汗水、死皮細胞，全部都會順勢轉晒入去呢啲空隙入面。如果你只係用普通嘅洗衣粉或者沐浴露隨便沖一沖，表面上望落去好似好乾淨，但係藏喺纖維深處嘅油脂同埋有機物根本就冇走過。跟住落嚟，你將條毛巾晾乾，棉纖維一乾就會收縮，結果就直接將呢啲污糟嘢死死咁鎖喺入面。到你下次再用毛巾再濕，你又再抹上面，再加新嘅油脂，跟住又再乾，又再鎖死。呢個過程不斷循環，棉纖維入面嘅油脂越積越多。呢個時候，你條毛巾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微型嘅細菌培養皿，細菌同真菌直接喺呢啲溫暖、潮濕、充滿油脂養分嘅空隙入面安家落戶，瘋狂繁殖。你聞到嗰股酸酸臭臭，好似抹腳布咁嘅味，其實就係千千萬萬隻細菌喺度新陳代謝排泄出嚟嘅化學廢物味道。而你摸落去覺得好似砂紙咁硬，邦邦，甚至有啲黏糊糊，就係因為啲纖維已經被油脂同自來水入面嘅礦物質完全塞死咗，徹底失去咗原本嘅鬆軟感，硬到好似嚿石頭咁。所以你依家明白未？如果方法洗錯，你就算日日洗100次都係白費心機，只會越洗越污糟，越用越傷皮膚。今日我就要教你4招可以幫你慳返大筆買毛巾錢嘅起死回生術，全部都係用屋企最普通最平嘅嘢就可以做到。第一招叫做梳打粉溫水浸洗法，呢個係最簡單最容易上手嘅入門招數，但係偏偏好多人一世都唔知。做法超級簡單，首先準備一盆大概40度左右嘅溫水，溫度大約係你隻手放落去覺得暖洋洋，完全唔燙手就啱啦。跟住落去加入2大羹普通嘅食用梳打粉，攪勻佢，然後將條毛巾完全浸入去，確保整條毛巾都被水淹沒。就咁放喺度浸大約15分鐘，時間到咗之後，用手輕輕搓洗幾下，最後用清水徹底沖乾淨，晾乾，佢就大功告成。呢個方法嘅科學原理其實非常之簡單直接。梳打粉即係碳酸氫鈉，佢係弱鹼性嘅，而我哋皮膚分泌出嚟鎖喺毛巾入面嘅油脂則係酸性嘅。當鹼性嘅梳打粉遇到酸性嘅油脂，就會產生化學上嘅皂化反應，油脂會直接被分解，失去咗原本黐槽嘅黏性，自然就會從棉纖維嘅深處跑出嚟，輕易被水沖走。你可能會問，用平時嘅洗衣液唔得咩？你要知道，普通嘅洗衣液為咗要顧及唔同衣物嘅質料，配方一般都做得好溫和。對於呢啲長年累月積落，已經同纖維牢牢結合嘅頑固油脂，佢哋根本就無能為力。但係梳打粉就唔同，佢係直接從化學層面去瓦解油脂，可以話係釜底抽薪。再加上溫水嘅作用，會令到棉纖維微微膨脹，將深層嘅污垢逼出嚟。咁樣梳打粉先可以100%同呢啲油脂徹底接觸。等你浸完之後，你過去望一望盆水，你一定會嚇一跳。盆水會變得黃黃、灰灰，甚至表面浮住一層油漬同微細嘅粒粒。呢啲全部都係平時藏喺毛巾入面，你以為洗乾淨咗嘅秘密污垢。浸完之後，你只需要輕輕搓2下，因為啲污垢已經被化學反應整到鬆晒，一搓就出。沖乾淨、晾乾之後，你會發現條毛巾即刻變返柔軟，原本嗰股揮之不去嘅酸臭味亦都完全消失，聞落去有一股好清爽、好乾淨嘅味道。呢個方法非常適合做日常保養，每個月做1次，你條毛巾嘅壽命直接翻倍，絕對唔會越用越臭。第二招叫做白醋熱水去水垢法。梳打粉雖然可以搞定油脂同細菌，但係毛巾變硬仲有另一個好大嘅元兇，呢樣嘢梳打粉係搞佢唔掂嘅，呢樣嘢就係水垢。我哋平時用嘅自來水入面含有微量嘅鈣同鎂等礦物質離子，你每次用自來水洗毛巾、晾乾，呢啲礦物質就會慢慢沉積喺棉纖維嘅表面，日子久而久之，呢啲沉澱物就會好似水泥咁，將啲纖維箍到死死嘅，令到條毛巾變得越來越硬。
吸水力亦都變得越來越差。到咗最後你洗面嘅時候，感覺就好似攞緊一塊紙皮喺塊面上度磨咁。特別係一啲水質偏硬嘅地區，呢個問題會特別明顯。呢個時候我哋就要請白醋出場。方法同樣好簡單，準備一盆大約60度嘅熱水，呢個溫度摸落去會覺得有啲燙手。然後倒入大半碗白醋，將條硬邦邦嘅毛巾放落去，浸大約20分鐘到30分鐘。浸完之後，攞去用清水正常洗乾淨，再晾乾佢。呢度嘅原理又係同化學有關。醋酸係一種弱酸，而沉積喺毛巾纖維入面嘅礦物質，主要成分係碳酸鈣之類嘅鹼性物質。酸同鹼相遇會產生中和反應，將呢啲原本唔溶於水嘅礦物質溶解並脫落。冇咗呢啲礦物質嘅束縛，棉纖維重獲新生，自然就會回復原本嘅彈性同鬆軟度。而且60度嘅熱水加上醋酸，本身就具有非常之強嘅殺菌效果，藏喺深處嘅頑固細菌根本頂唔住呢種雙重打擊。你可能會驚，用完白醋之後，條毛巾會唔會有一股酸溜溜嘅味？呢點你可以完全放心。只要你浸完之後用清水沖洗乾淨，晾乾嘅過程入面，醋酸會隨住水分完全揮發，到時係完全唔會殘留任何酸味嘅。相反，因為水垢被徹底清除咗，毛巾嘅吸水力會變得更好，乾得更快，咁樣反而令到細菌更加難以滋生。如果你條毛巾原本已經硬到好似張砂紙，洗面好似磨砂咁，用呢招浸一次，起碼可以幫佢回血7到8成。第三招可以話係終極大招，叫做梳打加白醋組合拳。呢一招係專門用嚟對付嗰啲已經用咗2-3年，黃到好似舊臘肉咁，臭到離譜，而且硬到可以立得起身嘅超級老油條毛巾。具體做法係咁嘅：首先將條乾嘅毛巾平鋪，然後喺上面均勻咁撒上一層厚厚嘅梳打粉，確保毛巾嘅每個角落都被粉末覆蓋。跟住落去，直接將白醋淋落去。呢個時候你會見到一個非常之治癒、非常之奇妙嘅畫面，整條毛巾會開始瘋狂咁起泡泡，發出沙沙聲。你要明白，呢啲泡泡絕對唔係咩特效，而係實實在在嘅化學反應。碳酸氫鈉遇到醋酸，會即時釋放出大量嘅二氧化碳氣體，從而產生無數個微細嘅泡泡。呢啲泡泡喺產生嘅過程中，會產生一種物理上嘅衝擊力，好似無數個微型嘅打砂機咁，將深藏喺纖維最底層嘅污垢硬生生咁頂出嚟。同時，醋酸喺度溶解緊礦物質，梳打粉又喺度溶解緊油脂，兩者相輔相成，內外夾擊。等佢哋瘋狂起跑，起化學反應，大約15到20分鐘之後，你再倒入熱水，用手用力搓洗幾下，最後用清水完全沖洗乾淨，再攞去晾乾。呢個組合拳嘅效果遠遠超過你單獨用梳打粉或者單獨用白醋，甚至連平時化學清潔劑都完全接觸唔到嘅深層頑固污漬，都會被呢股泡泡嘅力量硬生生逼出嚟。好多人第一次用呢一招嘅時候，見到洗完之後嗰盆水嘅顏色，都會被嚇到目瞪口呆。原來自己日日抹面嘅毛巾入面竟然可以污糟到呢個地步。洗完之後，雖然我唔敢同你保證佢可以變到好似啱啱買返嚟一模一樣，但係同之前嗰條又黃又硬又臭嘅砂紙板相比，簡直就係兩條截然不同嘅毛巾。下次你喺準備將條舊毛巾掉落垃圾桶之前，不妨用呢個方法救一救佢，分分鐘可以幫佢起死回生。第4招叫做鹽巴殺菌法。前面嗰3招基本上已經幫你解決咗油脂、水垢同埋異味嘅問題，但係仲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重點，我哋必須要單獨而且嚴肅咁去處理。個重點就係細菌，特別係一啲皮膚特別敏感、好容易起暗瘡或者塊面成日無端端泛紅、發炎嘅朋友，好多時候你皮膚問題嘅禍根根本就係你每日用緊嗰條毛巾。好多人會發覺點解自己越洗面，塊面反而越油，毛孔越嚟越大，暗瘡一粒未好，第2粒又起，護膚品買咗成千上萬蚊，但係一啲效果都冇。其實問題根本唔係你塊面度，而係你條毛巾度。普通嘅清水、清洗，甚至是用普通洗衣液，對於藏喺毛巾深處嘅細菌，殺傷力其實係非常之有限嘅。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出動最天然、最無毒，但係殺菌力極強嘅濃鹽水。方法如下：準備一盆熱水，然後倒落去大量嘅食鹽，記住係大量，大約2到3把，份量要比你平時煮飯落嘅多好多，直至啲鹽完全溶解喺水入面，形成一盆超高濃度嘅鹽水。然後將毛巾放落去浸20分鐘，最後用清水洗乾淨，再晾乾。呢個方法嘅科學原理叫做高滲透壓殺菌。
當細菌處於高濃度嘅鹽水入面嘅時候，因為滲透壓嘅關係，細菌細胞內部嘅水分會被迅速抽走，導致細菌因為嚴重脫水而迅速死亡。呢個完全係純物理嘅殺菌原理，唔會產生任何化學殘留，亦都唔會令到細菌產生耐藥性。只要你個鹽水濃度夠高，殺菌效果就絕對有保證。呢個方法非常適合屋企有初生 BB、老人家或者免疫力比較弱嘅家庭。浸完之後，你會發現毛巾上嘅異味會明顯減淡，因為製造呢啲臭味嘅細菌工廠已經被你用鹽水一網打盡，成個鏟除咗。呢一招可以同前面嘅招數配搭一齊用，例如你可以先用梳打粉去除油脂，然後再用濃鹽水進行深層殺菌，咁樣由內到外就可以將條毛巾徹底搞定。講完呢4個神招之後，仲有幾個你平時一定會忽略嘅生活細節。如果你唔注意呢幾點，你前面做幾多嘢都係白費心思。第一個細節，晾毛巾嘅地方超級重要。我求下你，千祈唔好隨隨便便將條用完嘅濕毛巾直接掛喺浴室入面。香港嘅天氣本來就潮濕，而浴室更加係一個濕氣重、唔通風嘅地方。你條毛巾經常濕漉漉、黐紋蘭咁掛喺入面，喺呢種高溫高濕嘅環境下，細菌嘅繁殖速度快到你無法想象。你一定要將毛巾晾喺一個通風、最好有陽光直射嘅地方。陽光入面嘅紫外線係最天然、最有效嘅殺菌武器，絕對比你噴任何化學消毒水都要穩妥同安全。第二個細節，用完毛巾之後要立即剪開掛好。好多人洗完面之後，習慣性將條毛巾隨手搓成一團，然後就咁擺喺洗手盆隔籬。我話你知，呢個動作係最快令到一條毛巾變臭變爛嘅不治之症。潮濕加上密閉嘅空間，細菌喺呢團毛巾入面繁殖嘅速度係平時嘅幾十倍。用完之後一定要即刻將佢攤開，用夾夾好或者整齊咁掛起。淨係呢個動作就可以令你條毛巾嘅壽命直接翻倍。第三個細節，洗衣液千祈唔好放太多。好多人覺得洗衣液放得越多，洗得就越乾淨，呢個完全係錯覺。如果你放太多洗衣液，洗衣機在攪拌嘅時候根本沖洗唔乾淨。呢啲殘留喺棉纖維入面嘅化學物質，一來乾咗之後會令到毛巾嘅纖維變得越來越硬；二來呢啲殘留物對於細菌嚟講，簡直就係免費嘅化學美餐，等於你日日餵緊細菌食飯。所以洗毛巾嘅時候，只需要放極少量嘅洗衣液就已經足夠。最緊要嘅係要徹底過乾淨水。第四個細節，毛巾一定要一人一條，千祈唔好共用。有啲家庭為咗方便或者慳地方，成家人共用1、2條毛巾抹手，甚至抹面。你要知道，每個人皮膚表面嘅菌群都係唔同嘅。當你哋共用一條毛巾嘅時候，每個人皮膚上嘅細菌就會喺條毛巾度交叉感染，亂晒大坑。一旦其中一個人有皮膚病或者塊面起暗瘡，好容易就會全家人一起中招。而且毛巾經常保持濕潤，細菌交叉傳播嘅機會亦都會大大增加。一人一條毛巾，呢個唔係生活上嘅偏執，而係最基本、最起碼嘅個人衛生。第五個細節，毛巾其實係有使用期限嘅，你要明白，就算你保養得再好，洗得再乾淨，棉纖維用得耐咗，都一定會產生自然老化同斷裂。一般嚟講，一條每日都要用嘅面巾，用咗半年到1年左右，就應該要換一條新嘅，咁樣係最安全、最穩陣嘅做法。用我今日教你嘅呢啲方法，可以令你喺呢半年到1年之內，條毛巾用得更加舒服，更加柔軟，但係並不代表你可以一條毛巾用一世。最後，我哋一齊嚟總結一下，你條毛巾越洗越臭，越洗越硬，根本就唔係條毛巾嘅品質問題，而係你一直以來嘅洗法出咗錯。記住呢個口訣，想去油去味，用梳打粉；想去水垢，令毛巾變軟，用白醋。遇到頑固嘅老油條毛巾，用梳打粉加白醋嘅組合拳；想強力殺菌，預防暗瘡，用濃鹽水，再加上最重要嘅生活習慣，晾喺通風有陽光嘅地方，用完之後即刻攤開掛好，洗嘅時候少放洗衣液，咁樣你條毛巾自然可以用得更加耐。最關鍵嘅係你塊面先至可以真正洗得乾淨。呢啲方法全部都唔使花大錢，材料隨手可得，步驟亦都超級簡單，可以話係零難度。但係偏偏大部分人一世都唔知呢啲小竅門。結果一條又一條原本仲可以用嘅毛巾就咁好冤枉咁被當成垃圾掉咗。由今日開始，執返起你準備掉嘅毛巾，試下我呢幾個方法，你會發現原來生活智慧真係可以幫你慳返唔少錢。